各位朋友，今天想問你一個很現實的問題：為什麼很多人一輩子都沒有結果？不是因為他不夠聰明，也不是因為他不夠努力，而是因為他卡在兩件事裡。第一，想太多；第二，以為自己沒問題。今天用2個故事說清楚。有一個人問農夫：“你今年種麥子了嗎？”農夫說：“沒有，我怕會下雨。”那人又問：“那你種了什麼？”農夫說：“我什麼都沒種，這樣最安全。”聽起來很合理，對吧？但結果是什麼？什麼都沒做的人，最後什麼都沒有。很多人就是這樣，怕失敗，怕風險，怕不確定，想來想去，算來算去，最後選擇不動。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，人生最大的風險其實是你什麼都不做。你以為你在避險，其實你在放棄人生。再來第2個故事：3個人出門，一個帶傘，一個拿拐杖，一個什麼都沒帶。回來的時候，帶傘的被淋濕了，拿拐杖的跌倒了，反而什麼都沒帶的人平安無事。為什麼？因為帶傘的人覺得自己有保障，就不小心；拿拐杖的人覺得自己穩，就放鬆警覺。只有什麼都沒有的人反而更謹慎。這就是現實。很多人不是敗在缺點，而是敗在優勢。你以為的能力變成你的盲點，你以為的安全變成你的風險。把這2個故事放在一起，你會看到一個很真實的人生困境。有些人因為太害怕，所以不敢開始；有些人因為太自信，所以開始錯了。一個停在原地，一個走錯方向，結果都一樣，沒有結果。所以真正能走出來的人會做到2件事：第一，不被恐懼綁住，該做就做；第二，不被優勢蒙蔽，保持清醒。最後送你一句話：想太多的人走不遠，太自信的人走不穩。敢做還要會看清，人生才會贏。